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8日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中油大拿炼油厂昨暗因为这设备故障发生爆炸，今仔日机面是去包围控机，市长陈其迈讲上紧伫年底就迁村。有立委逼讲故宫拍破这高档飞鸭盘，说暗砍实情，现场5笔查证实确实有人员拍破，不过绝对无暗砍。讲到大巨蛋的官司已经5年，台北地方法院今日一审宣判，万雄创办人赵丁雄判刑7年，前财政部长李顺德9年。讲到中油大拿炼油厂昨暗因为设备故障发生爆炸，这已经是今年第5届重大疏失了。当地居民是吞忍真久，今日规工拢包围这间炼油厂外口，伫咧抗议，要求这炼油厂搬走，或者是赶紧甲大拿部迁村。高雄市政府的环保局甲劳工局也依照空污法甲治安法，甲中油总共罚530万。加油啊！加油啊！当地里长甲居民有布条啊，下晡伫中油大拿炼油厂外口大声抗议，警方戒备森严，就惊发生冲突。大拿厂外口的抗议2已经持续几天啊，因为居民实在是挡袂牢啊。我要求中油专手来做全面的检查，非破坏性的检查。大火是烧甲真猛，半暝天顶是规个光影影。中油大拿厂第3重油加轻脱硫工厂，因为准备开炉的时阵，燃烧塔管线破去，造成气流出去。日是半暝熊爆炸，发生大火，居民是惊到拢袂困哩。半夜惊到这天，倒外烟呢，我拢抓条个规天顶拢红气气啦，看一个拢当作是啥物嘞啦。哦，那屏东的啦，朋友也较侪也有听到。高雄袂少重工业区离社区伤过近，平常发生公安的事故，这爆炸的声音、乌烟的污染，对居民来讲是感觉真惊吓。根据统计，大拿厂国是今年2月份至4月份，路北有油非法的气味一直闻出来，设备原价 VOC 超标，也有2届燃烧塔污染的事件。叫环保局以空污法拢总裁罚166万5千块。这个大火嘛，互环保局甲劳工局分别以空污法甲治安法，甲中油同裁罚530万。加强现勘稽查以及相关资讯的公开。那我们今天早上到现场去，其实有看到非常多设备已经锈蚀了。在这种状态之下，我们其实是很怀疑他们有很多老旧的设备更新或者是维修的状况可能都还不够。看团表示，中油的申请应该加护案，好好检查所有设备的安全，强化公安甲环保的管控，嘛呼吁经济部甲高雄市政府加强对工厂的稽查，而且公开相关事故的报告，让民间对工厂的安全问题会当较放心。记者综合报道。这中油大拿炼油厂搁再发生爆炸的事件，董事长李顺钦亲身带着主管向民众甲社会大众回示咧。中油表示会发生爆炸，可能是燃烧塔的线管破去，造成氢气泄漏出来。这厂区也会做全面性检查，也强调讲一定会等到安全无问题再来运作。另外，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这大拿部迁村已经办过3届说明会，若准顺利，年底到明年初就会当启动迁村啦。在地相信大家致歉。中油董事长李顺钦带主管甲大家行礼，向社会大众甲大拿埔6里居民会师礼，造成大家惊吓，也说明代志发生原因，好亲像通往燃烧塔的管线破去，必须氢气泄漏引起的。我们复工没有时间表，一定要等到安全100%，一定要等到大家放心。中油先到全面检查设备管线，100%安全才会复工。不过，这个公安事件民众不满，当地6里里长也拒绝列席记者会，强调袂互人烧头，爱中油提出明确改善的做法。这个有性命甲财产问题，这你嘛是看要安怎投安抚呀？无阮即摆阮生活咧做惶恐的，住伫遮。李顺钦行出抢句，面对里长承诺会公开完整的调查报告，甲居民说明该负的责任甲赔偿拢会照做。中油公安真济，居民反映无想要国家炼油厂做厝边，要赶紧迁村。国民党高雄市长候选人郭志温爱市政府有明确的日子，莫大家拄着公安，敢来晓生气。居民所关切的迁村的问题，到底什么时候会得到一个完善的解决？要给大家一个非常明确的日期。
配套的一些细节，涉及到经费的增加那这个部分，我们在跟行政院更密集的沟通，年底明年初我们就会加速来进行迁村的这个脚步。但今来讲，大拿埔迁村已经办过3届说明会，若做顺利，年底到明年初就会当开始。计划迁村户数有11000多户，超过2万人，经费有689亿。不过呢，做一直无共识，恐惊迁村的时间会一直前。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立委陈以信早起伫立法院会表讲，这故宫拍破高档的飞亚盘，说是暗砍实情。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吴必察中昼有举行记者会，讲有3件飞亚去互拍破去，绝对是无暗砍。其中2件毋是人员的疏忽，另外1件是去互工作人员摔破去的。故宫也讲，这3件拢无保险，毋过会当修复，但是这价效无亲像外界讲的25亿元。图上这一张是清朝年间的一件陶瓷，因为这样一件国家珍宝，居然被故宫人员给打破了。立委陈以信立法院讲，伊接到检举，讲故宫博物院有人讲破国宝，故宫院长所爱来保关喙，袂当点交做记录，伊要求行政院长追查，不过故宫也随背回。我在这里严正的澄清，绝没有这样的事情。大家都知道。相关调查在进行当中，以密件程序处理，并没有不当。吴必察讲，绝对无隐瞒的代志，表示自伊就任以来，计共有3件收藏的飞亚破损，2件分别是明代红地款的焦黄绿彩双龙小碗，甲清代康熙款的暗亮白里小黄灰碗，分别伫去年2月、今年4月拍开箱仔的时阵发现破损，警方调查并无人员疏忽。另一件清代乾隆的青花花灰盘，这是工作人员摔破的。推测是负责分布所谓点状的工作人员检查的时阵无细腻造成的。如果它是国宝跟重要古物，我们一定按照那一种呈报的规定，甚至要呈报到文化部。但是这3件是在暂行分级里面的一般古物。吴必察表示，故宫的文物并无保险，目前2件破损的飞亚，一件咧修好，一件咧等待修好，另一件爱当停发的定数走线才开始修好。不过3件都毋捌展示过。另外，因为飞亚是用几若件放一盒，也是几若盒放一箱的方式保管，为着避免佫发生磕掉的情形，已经编列每年的预算改善包装。记者电报李玉凯台北采访报道。讲到这故宫的古董出现损害，外界也拢真关心。台中科学博物馆表示，这文物的保存是看重预防性保存，不管是这温度、湿度、虫害、光线，拢要严格管控。那准是要做修复，也爱看目的性，而且爱有专业的了解，才会当修复到本地面貌。每一批台中科博馆的收藏库房，收藏经理爱先通过人面辨识系统，爱佫经过这道程序。去除鞋仔底垃圾面，才能看到收藏款样貌。研究人员拍开柜仔，今年日治时期的贝珠衫是泰雅族特有的纺织品，有将近80年历史。因无挂手笼，就连研究人员也袂当看。这柜仔是清乾隆时期拼布在纸本地刻，甲即马超过300年历史，为保存原貌，环境袂当凊彩。尽量做一些措施，让它不要快速的去劣化。那当然，文物它慢慢，它的生命一定是在递减。那但是只是说，递减的速度不要这么快。台中自然科学博物馆内底，馆藏8成是自然史的动植物标本，2成是文物类。为保存文物，规划19个库房保存，用混形式的条件证明也免有紫外线，延缓文物劣化的可能性。也因为文物保存无简单，是不是用精品展出，也要详细考虑。确定要把这个藏品拿下去的前提是展场的温湿度的条件。还有就是安全性都要非常的确定。然后因为每一次翻动可能就是一次的损伤，哈，所以通常数位化是让更多的大众近距离的接触到它。科博馆表示，数位化目的是减少风险甲消耗，文物本身的缺损，是要看目的性评估是不是爱修复。修复师表示，修复进程爱细致评估。
尽可能把那个缩小修复的范围，因为毕竟在修复的过程中，它有很多需要去做，比如说做填补的。修复师表示，事前爱调查甲研究，而且对工坏甲破损的原因全面了解，佮讨论修复方式，真正了还原原貌。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这大鸟型团团的病情，因脑部病变变甲真严重，治疗恶性肿瘤的机会是大大增加。目前动物园有向农委会申请，要互中国的专家来到台湾探视鸟型的专案，也已经核准了。接落来就等这动物园移民署甲农委会安排中国专家来到台湾，国台办也证实讲，因等咧办来台湾手续。大鸟型团团的情形无介乐观，兽医师判断生出恶性瘤的几率真悬，但是目前已经无适合进行侵入性的手术甲麻醉，所以无法度确定因脑部病变的程度甲状况。动物园决定顺其自然。在目前的医疗的一个处理模式，我们就是尽量针对舒缓的一个处理方式，让团团过得更舒服。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做任何的一个确诊嘛，对不对？所以我没有办法告诉你说他到底后续可以有多久的时间？根据农委会上新的消息，进前台北市立动物园申请要予中国专家过来探视的专案已经核准通过，即马就等动物园协调移民署甲农委会安排因过来关心团团的病况。我们在线上交流的情况都是很顺畅的，医疗部分也有一些初步的共识，但情感面的探视一定是要实体进行，所以我们让对方来探视是我认为是很合适的安排。针对这回两岸的动物医疗交流，动物园讲会申请予2个中国专家来台湾1礼拜，园区嘛设立留言区，予民众写歌祝福的话，为团团加油。记者麦上营增派文台北报道。美国一直咧警示，讲中国可能会赶紧统一台湾。咱的国安局长陈明通进前又讲，中共可能伫咧2023年以战逼谈。农委会主委邱泰山今日也表示，目前并无看到统一台湾的时间表，毋过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已经写入去20大的报告内面咯。强调小战绝对毋是两坏选项。邱泰山也认为讲，中共未来会以统一做主要目的，反对台独变作是手段之一，而且即马可能是该硬就硬，该软就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伫20来了后展开第3任期，美国事件，中国恐惊加速侵台。咱国安局长陈明通进前表示，中共可能伫2023年以战逼谈，外界关心中国对台统一的时间表。目前来看，当然我们没有看到所谓的时间表，但是呢，这个所谓和平统一呢，一国两制呢，已经在他20大的报告里面已经写上去了。那所以我想，这应该是在他的所谓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项目之一了。对于反台独已经写入中共党章20大列入统一台湾项目，农委会主委邱泰山认为，中共未来会以促统为主。我们认为他应该是会用促统，未来是应该会以促统为做这样的优先。那反独呢，只不过是他的手段之一而已。他应该过去就是软硬两手这样的一个的交叉使用哈。那一般是认为他可能这一次呢，硬的会更硬，但是软的也会更软。但是北京国务院长王孝东讲，希望来台湾访问。农委会也表示，乐见两岸文物交流合作。立委嘛关心小三通到底什么时阵开放？国民党团28提出1个月内开放小三通的提案，交付调研协商。我们是中华民国的次等公民吗？该开放的时候，我们就要比较晚；该解封的时候，我们也等不到。邱泰山指出，中国的清零封城造成人员往来困扰，中国方面也禁止陆客自由行、加陆生来台湾等。咱向对方表示，希望双方会当有效以人民福祉优先进行接洽安排。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大巨蛋的官司到今已经5年了，总共有31个人向起诉，检方要求万雄创办人赵丁雄要判刑24年。台北地方法院今日一审宣判，判赵丁雄就要关7年，前财政部长李淑德9年，新北市议员周胜可要判伊10年刑期。专案也搁当上诉。不过万雄集团回应讲，这大巨蛋是招标过程一切依法办理，无对这内面贪污心钱，受到判。决书了后，会搁再研究。全国拢真关注的大巨蛋案，包括大巨蛋本案、万雄人寿亚康案、
新北市土地公田8案、灌溉案等等4个案，拢总有31个人互起诉，其中阮乡的创办人赵丁雄，互当判爱关24年，互受害的时阵，还佫以5亿5千万交保。台北地方法院经过5年审理，28一审判决，包括赵丁雄互判7年，前财政部长李淑德互判9年，新北市议员周胜可互判10年，营建署前城乡发展分署长洪家宏互判8年2个月徒刑，还佫有新北市城乡局审议科长海志平互判4年10个月等等，专案也有当上诉。赵腾雄法治观念薄弱，贪图私利，为求远雄建设能顺利得标卷改案，竟与公务员契约，甚至交付贿赂，不仅损及国民对于国家公务员依法廉洁行政之信赖，破坏国家法治，并严重破坏所营企业形象，间接损及集团相关事业信誉与众多股东、员工权益。赵丁雄的2个后生赵文嘉、甲赵信清嘛互起诉，不过拢互判无罪。因若赵丁雄会互判7年，判决的理由拢是因为甲官员诬洗。针对台北地方法院的判决，万雄集团的副总经理杨顺钦讲，大巨蛋招标的过程一切拢有依法办理，并无不法的利益，嘛对法官无接受赵丁雄的理由表达遗憾。我们还没有收到判决书，所以等到收到判决书之后，我们在后续的相关动作，我们会再进行研拟。同时，我们也坚信，包括我们的同仁、员工都并无不法。那我们也会都跟员工站在一起。那大巨蛋是这样的，拆也对，盖也对了。那如果拆得掉就拆掉，没有拆不掉，那就干脆把它盖回来，至少盖到一个安全可以用。有关台北大巨蛋荒废避难性能的审查，卡关卡年半，最近才通过审查。台北市长郭文德搁一届甲中央呛，爱表明立场，有本事就拆掉，无本事就去和好。因为台北市府是讲，只要内政部甲正式认可函送去台北市府，就会进行第4届变更。按算明年申请的完工，希望年中会当营运。记者综合报道。主计总处公布今年第3季经济成长率是4.1%，比8月所预测的减少0.61个百分点。主要是出口无进前预测的遐尼好，不过全年有关会当补掉3%。安讲到最近呢，有几个经营房厂宣布了钱，甚至鼓励员工就要加休困。主计总处表示，可能会反映在第4季，还有明年的数据。有学者认为讲，这通货膨胀已经伤害到经济的基本面，这影响时间可能比金融大海涨是搁较长。面板大厂也拄到景气逆风，有达宣布伫第3季了104.9亿，创10年来上大单季了钱纪录。有达董事长潘湘东示警，战争疫情甲通货膨胀3大因素，消费市场咧等爱消衰退。从消费市场看到的现象就是断崖式的衰退啊，那所以我们的判断是从需求面的衰退而来的经济循环。通常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的调整才回到正常。但股受全球金融市场震动影响，一杯开价走低，最后到137点，12788点作收，成交量1727亿，台积电379.5块开出盘中上价375块，最后到6块，是达6破10条。通膨压力悬，加上货币缩减，牵动台湾出口动能。主计总处公布第3季 GDP 年增4.1%，比预测数减少0.01个百分点，按过全年有关盈补3%。外需比我们当时预测的要来的差，那这个是因为整个国际景气比较明显的有一个转折，有一个降温的状况。但是在内需的部分，包括民间消费好跟这个资本形成的部分，还是比我们原本预期的要来得好的。学者示警，未来半年全球经济甲金融市场波动大，是经济下弯上明显的时阵，通货膨胀冲击已经伤害基本面，恐惊比金融海啸更加严重。未来要求政府应该协助民众度过无景气。基层劳工的部分，最低工资的部分会调高到明年会调高到4.56%。那就是要照顾这个基本的民生，而且税制的部分，那个基本的这个生活费也调高，那这样可以少缴一点税。针对国际景气明显降低市场需求减少，行政承诺会拟定应对措施来协助中小企业。纾困贷款已经延到今年底，若需要会可能搁延到明年。记者综合报道。
国内今日增加34556个本土病例，和顶礼拜五来比例是降7.1%。指挥官王必胜表示，若准有一直咧降，12月的本土病例有机会伫1万例以下。另外，指挥中心也规划讲，对11月初一开始，这12岁到17岁少年朋友会当去注 BA.1新配方疫苗，当作是追加剂。卫福部 ACIP 专家会议考虑国内莫德纳 BA.1次世代疫苗也有会，规划为11月初一开始扩大开放12到17岁青少年应注追加疫苗。加顶一支至少要隔3个月。另外，食药署日前核准通过莫德纳加 BNT 两种的 BA.4.5次世代疫苗，适用对象80到12岁以上5到11岁囡仔应注基础的疫苗是莫德纳加辉瑞 BNT。我们的莫德纳的双价疫苗不管是 BA.1跟 BA.4.5，正在就是说由 FDA 正在审查它的这个 EUA， 就是主要给6到11岁的儿童来接种。根据指挥中心统计，目前国内疫苗注射率第一期有9.3%，第二期8.8%，追加有7.3%，第一摆追加要1.5%。这摆 BA.5疫情慢慢降温，也互外界理由测验是不是会伫11月初期对4大防疫措施到定绑定。大致上，我们希望在11月的时候，那疫情能够这个稳定下降到一个程度，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来讨论，不是实施。所以我想不会是在11月7号实施，就算要开放，大概也是用分阶段的方式去处理了。国内自费增加34556例，新冠本土病例8县市确诊数拢超过1000例。新增加57例死亡，指挥中心表示，10例病例甲顶礼拜五比减少2640例，下降7.1%。目前疫情整体维持下降趋势，只是下降幅度无真紧。若下降趋势不变，12月本土病例有机会降到10000例以下。记者综合报道。做高端疫苗的民众，最近若准有要去到日本、美国等国的国家，对即马开始到年底会当去到26间的医疗院所做免费的 PCR 检测。不过实际上有来登记要做的民众却是无济。另外，高端公司爱伫10月底进前报交这保护力的报告，今仔日已经送件了。卫福部长史水元表示，结果上紧也要等到11月底才会公布。不过，疫情指挥官王必胜犹原是小听，强调后礼拜呢，这高端疫苗会当作是第4档来做。高端公司免费提供自高端的28号开始到年底去日本、美国等5国，会当到指定26间医疗院所做 PCR 检测。开放的头一天早起，无出现真侪人。对于高端公司的做法，民众看法无同。如果他没有帮我付这笔钱的话，我就会自己去付这笔钱。现在他有帮我付的话，我觉得就有赚到。因为他们的责任呢，他没有弄好，老百姓去打，不是白打了吗？高端公司提醒民众 ，PCR 检测常规费用会由高端公司负责，不过若亲像急件检测的差价，要由民众家己吸收。北医指出，前2天差不多95个去日本的医药做 PCR 检验，一天大概预约个48左右。那所以这样的量能，在我们目前其实一直存在这个 PCR 的筛检量来说，应该是足以因应的。目前做高端去日本的占 PCR 检验上济，不过原来有网友等未付高端公司提供免费的 PCR， 家己去病院做 PCR 检验，结果煞意外验出阳性，出国行程全部取消。不过指挥官王必胜也是强调，后礼拜第4期的疫苗也是做高端。高端疫苗到目前都是有效、安全、副作用低的这个疫苗，植物再生大概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那我希望副作用会小一点，所以选择高端疫苗。高端 EUA 的报告到现在提出来了。专委报告我们刚刚收到了讯息，那高端已经把这个刚刚送进来了。高端疫苗10月底需要提交保护的报告，后礼拜一就是最后期限。不过，南亚立委林奕华质疑高端报件真慢，认为政府伫护航高端，若是高端 EUA 是不是会互人撤销？最近卫福部长史水元表示，上紧11月底就会有结果，不过上慢恐惊就要听候到年底。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看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任内头一份国防战略，特别讲到中国和罗西亚是美国安全上上界大威胁。美国也情报指出讲，这中国当咧扩大核子武器的规模，讲要伫咧2030年前，上无爱有1000粒的核弹。
中国是美国主要的竞争对手，也讲到中国对台海和平稳定造成威胁，也支持台湾有自我防卫能力。美国总统拜登任内第一份国防战略对外公开，重点放伫咧中国甲俄罗斯的威胁，点名中国是上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扩大核武的规模，目标是2030年进前有至少1000粒核弹。报告也指出，中国威胁台海和平稳定，对台湾霸权威胁愈来愈增加，可能会造成误判。对此，国防部长邱国正2倍回应讲，美国的言论有正大影响力。尤其美方的他这个言论是的确影响力蛮大的。我还是一样嘛，这个对于任何一样国家，他对这个敌情的研判或当前局势一个判断，他都有所本的我们都予以尊重，而且也会做一个参考，这一个很好的资料来源。前参谋总长李启明认为，台湾人的危机意识无够，是伫咧政府无公布资讯，包括伫八家围台军演、飞弹飞过本岛的天顶，危机信息接受都无够。邱国正否认安看资讯，强调中共发射飞弹，国军伫1分外钟了就掌握到落点甲航管。我们并没有抱着一个好像要隐藏，但我们第一个要研判，想说这样的事情公布以后，对我们以后工作的方面会有怎么样影响，还有对于民心士气总会有影响嘛。邱国正重申，伊任内工作就是要让军力保持稳定，伫咧稳定中求进步。另外，政府民间伫咧推动全民国防，替副会主委彭世宽认为，唔是正简单甲钱甲政治扎等于嘴啊尔，引起大家讨论。愿意把自己的心力奉献给前线的官兵，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大家要同心协力的来爱护我们的国家。另外，美国传出讲有一位第一美国联邦公务员朱一辉，暗砍为台湾的海军甲台湾的公司工作，和美国起诉。邱国正讲，对方并不是军方的人员，海军也无甲伊直接的接触，人也无入去营区过。记者综合报道。罗西亚总统普京27伫咧秘书区一场论坛发表谈话，伊批评美国伫历史上这是有使用核能武器的人，强调罗西亚入侵乌克兰是维护国家主权，也讲这国际局势已经改变啦，西方国家未来必须爱和罗西亚平等对话。也那普京也讲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咱的外交部表达强烈抗击，谴责罗西亚这款乱斗的行为。俄罗斯总统普京27出席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智库论坛，发表真长的演讲，批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用核武卡油俄国，佮批评乌克兰被迫使用垃圾炸弹，佮杀控俄国，指控西方国家引起的是一场危险火车的生活游戏。Наверное, самое опасное, непредсказуемое и вместе с тем важное десятилетие со времен окончания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Запад не способен единолично управлять человечеством. 伊讲，西方世界已经落车，说拒绝正视新起来的亚洲国家是要搁夺回世界主导权，无受放回编造消息，冤枉俄罗斯军队攻击乌克兰核电厂，甚至计划发动核武，反倒来批评美国这是核武的凶手。Единственная страна в мире, которая применила ядерное оружие против неядер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это Соединенные Штаты Америки. Они сделали это дважды в отношении Японии. 伊强调，尽管乌克兰是维护国家主权，无必要对乌克兰用核武，批评西方煽动乌克兰战争基地，佮激化台湾危机，扰乱国际牛市甲能源供应，种种讲法显示合理化入侵乌克兰行动。伊高调演讲也有宣示意味，表明国际势力无过以西方为主，未来西方国家一定爱甲俄国平等对话。俄国也第27伫联合国安理会，佮要求调查乌克兰发展生物武器。Russia has called us here once again for the sole purpose of spreading disinformation. Our country does not possess a corresponding infrastructure for biological weapons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这项调查决议案爱得到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高场同意票，而且免负任何一个常任理事国否决才有效。据了是无法度成案。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
讲到罗西亚拍乌克兰战争已经超过8个月啊！这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特别录影片纪念1944年为着要赶走纳粹，也讲到因即马就要赶走这罗西亚军队。不过罗西亚军队攻击乌克兰基础设施了后，还真侪所在拢无电。伫首都基辅的居民因也自发性准备防止失电的一个救难车啊，通好来应付乡乡停电的问题。徛伫一只雨拍落来无人机边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徛伫黑暗暝内底，替乌克兰的二战解放纪念日录底片，讲要赶走俄军。Щороку в цей день ми відзначаємо звільнення України від нацистських окупантів. Сьогодні зберегти пам'ять про подвиги наших предків означає захистити їхні здобутки. Ми згадуємо вигнання нацистів, наближаючи вигнання рашистів. 俄国战争超过8个月，俄军动用4500架的飞弹攻击，甲8000多架的空袭。过去2天，俄军发动30多架的无人机，其中有23架互俄军哪吒拍落来。比过去几礼拜，大量的无人机甲飞弹轰炸乌克兰的基础设施，互2/3的发电站无法度供电，造成无电通用。首都基辅的居民嘛开始准备一个地啊，地包括手电啊、水甲食的物件，放伫身躯边，来应对无电时阵的各种需求。另外，在战争方面，俄国总统普廷也表示，提供致命武器予乌克兰的国家，会破坏甲俄国的双边关系。对此，南韩总统尹锡悦考虑到经济，李白嘛表态避免甲俄国对抗，讲南韩只提供人道援助。 우리는 우크라이나에 대해서 늘 인도적인 그런 평화적인 지원을 국제사회와 연대해서 해왔고 무슨 살상 무기라든가 이런 것은 공급한 사실이 없습니다만은. 而乌克兰的军队是继续用欧美国家提供的武器定位反击，而且毁掉俄国控制欧东地区沙赫乔尔斯克的燃料甲弹药基地，造成火车头的燃料火车甲仓库起火。另外，伫扎波罗热作战的俄军是用榴弹炮向俄军的秘密基地发动攻击。国际新闻台是董平友。 是电动车厂特斯拉的头人，也是星际探索科技公司的创办人马斯克。伊伫比当时间之前下晡正式甲 Twitter 买落来，正人的焦点毋是伊开440亿的美金，等到是买落来了后，随甲 Twitter 执行长也有高层干部开除。 马斯克收购 Twitter 公司，这个消息伫今年4月份浮上台面。迄当阵，伊就铺文批评 Twitter 的高层，伫2021年以鼓舞暴力为理由，甲连任失败前总统川普伊的口座永久封锁。针对这点，马斯克加入 Twitter 了后，头一批开除的高阶人员，除了执行长阿格拉瓦尔、财务长萨加尔，还有主导封锁川普家族的法务长加德。另外，马斯克捌几下届强调讲，社群网站爱正做完全自由、呈现无共观点的所在。针对这点，马点伫 Twitter 的金融分析师主张讲，应该有的规范要是爱有。I think we have the endless proof that without guardrails on a platform like Twitter or really anywhere on social media, you end up with hate, misogyny, conspiracy theories, and that's not positive for anyone. 有关 Twitter 控制言论的争议，毋若川普口做的这一件。伫2020年美国大选进前，纽约邮报小连续报道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因后生行动，送去修理的笔记型电脑内底，互发现侪侪未见证的图甲影片，也有有关行动食药啊食甲掉咧，因阿兄过身了后，甲阿嫂斗做伙，等等相关的资料。Twitter 迄当阵讲要主动散布假消息，影响选情，专门封锁纽约邮报所有的连接。因若顶时代行动出版的自传，伊伫内底承认巴药啊，也有甲因阿嫂之间的代志，拢是事实。嘛因为安尼，伫马斯克宣布放量言论审查了后，立场无共的民众甲政党反应嘛真无共款。即嘛其中的选举就要到啊，敢会因为 Twitter 换头家受到影响，嘛正做正大关注的话题。公司新闻，徐家人编译。卫福部长施瑞元带领着指挥中心的团队，昨暗去找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去互别个候选人来质疑讲，即寡人行政无中立。不过，陈时中甲施瑞元拢强调，这只有好朋友之间的聚会。另外，有人讲这台北市社会主体进度变慢去啊，是政治考量。黄珊珊也讲，台北市是全台湾社会主体起上济所在。
高端临床试验委托中资机构争议也未解决，传出卫福部长试水员指挥官王必胜等人27前往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的竞选总部。国民党蒋万安质疑卫福部变做第2个主策会，无党籍黄珊珊是提醒民进党的行政中立爱讲标准。昨天夜奔密会陈时中，他们到底是套招还是报告不可告人的事情？其实与其硬凹说老朋友见面，不如薛仁部长，你就老老实实把高端疫苗采购的过程清清楚楚的向国人交代。不能称作密会了哈，应该当做一个老同事之间的，在互相的一个关心。好，那前面有讲到一个，比如讲说罗一钧那时候去唱歌。然后大家讲说，罗一钧说我唱的比较好，我跟他讲很简单的一个分析，罗一钧在唱歌那是专业级的了，那我唱歌是搞笑级的。面对拿白质疑卫福部违反行政中立，试水员解说是下班甲老朋友见面，无讲到高端防疫辩论这议题。王必胜也讲，除了选举以外，人生也有真感情甲人情义理，外界无需要扩大解说。但是内政部处长华敬群表示，最近2-3年台北市推动社会主题进度放慢，有政治考量。无党籍黄珊珊对这个代志嘛做回应。社宅到底是为了人民，还是为了某些人的政见？台北市政府是全台湾盖社宅盖最多的城市，中央所的定的目标到现在他们自己盖出来的只有几百户，这到底是谁在扯总统的后腿？台北市很努力的在盖，是为了台北市民，不是为了某一个人。台北市长选举头一场电视辩论会伫11月7号举行。黄珊珊讲，平常心甲该做的代志做好。蒋万安是讲会找时间请专家学者协助演练，但是中是讲政见异常有自信，后礼拜一开始会积极准备。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女性参选投入政治，已经有愈来愈侪案例咯。今麦咱要来看的是台湾妇女团体全国联合会派出2个上届基层的里长候选人，一个是拄30岁现任的里长黄丽茹，面对着老大人较侪社区，会用什么款的方式来减少世代差异呢？另外一个是头一摆徛出来选的黄丽英，伊英过专心做公益，对里长的角度有什么款的想法甲做法，咱做伙来看卖。活动要活就爱动，这是30岁的里长黄丽茹开设社区老人健康班的理由。伊讲里长这个角色，就是爱带大家做伙动起来。运动除了会当互身体健康，嘛会当互里面的感情更较好。没有帮忙他们，请他们出来运动的话，他们可能就会待在家里，那可能就没有地方去。对，那出来运动可以跟好朋友们这样子讲讲话、散散心，做一些其他事情。我觉得这样对他们的身心都是有益的。除了看顾社区居民的身心健康，黄丽茹嘛会关怀一寡弱势族群。里长办公室内底的冰箱，就是为遮的人所设的。逐摆若有物资，伊就会联络居民来摕。阿伯，我遮阁有，这是今仔日有拜拜水果啦吼。伫社区出事大汉，搁再付出回馈伫乡里。黄丽茹讲，这就是伊的心愿。毋过少年女性有时拄着一寡较土性的老大人，需要真侪时间去互相理解甲体谅。今年的选举，伊会延续这份热情，为社区骨力拍拼。对于土地的记忆，还有土地的这个感情，是就算离开了，你还会想要再回来这个地方，因为这就是你的家。2号黄丽，加油加油加油！耶！同款用心爱护家己的家园，也搁有即个新庄区中泰里的里长候选人黄丽英，本身有咧做公益，这回投入里长的选战，就是希望将手头的资源发挥伫家乡，互遮的老厝边会当在地安居、在地学习。那我觉得服务里民，跟我在服务全国各地的弱势，我觉得它的基本的元素是一样的，所以心态也是一样的。只是我能够把更多的资源跟能量放进来我们的里民这边。第一摆徛出来选，黄丽英讲上困难的，就是地方资讯需要家己去找找，一步一脚印是伊唯一的方法。虽然体力无一定比得过查甫人，不过伊讲女性上大的优势就是亲切甲有路。
女性的本身她是比较温柔的，好，她是比较有母性的这一块。我觉得她在基本的相处上，她本身就有比较多的一个胜算，就是她会比较跟选民之间的亲和力很自然就拉近了。根据中选会统计，2018年全台湾公业竞选的比例是32.74%，今年是39.1%，平英国更较悬。平均落来，有将近4成的村里长候选人免投票就当选，影响民主的发展。台湾妇女团体全国联合会今年培训31个村里长候选人，包括黄丽如甲黄丽英在内，希望会当打破这个局势，让在地新人行出来，开创社区的新气象，嘛改变社会对女性角色的看法。记者麦尚英、曾派文台北报道。新德县市有100外的幼教人员，今早起到市政府头前抗议，讲政府鼓励公办民营的互助教保服务中心，事实上已经违背幼稚教育家照顾法，除了可能会严重危害囡仔的安全，嘛会影响到合法由幼教业者的权益。停止破坏幼儿教育！停止破坏100位幼教老师甲业者2透早来到新德市政府头前抗议，讲政府重视目前公家单位开办的互助教保服务中心，已经严重影响到合法幼稚园的生存空间。他在4楼设置这个职场互助的一个教保中心，比如说警察局啦，或者是监狱啦，或者是一些什么一些比较特别的公共的场域。那我们觉得幼教法是1到3楼是最适合孩子，尤其是幼班的小朋友。抗议代表指出，目前互助教保服务中心内底所规范的条件，若设置场所有安全疑虑，教师资格冇问题。幼教法的部分的话是1:8啊，那现在目前的话，我们职场互助是1:10。再来第二点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老师的部分的话，他职场互助是目前是保姆就可以担任老师教保员，但是我们的合法的幼儿园呢，必须都是要有一个幼教系毕业的。职场互助实施办法，事实上是不需要经过立法院审核评论的，只要这边备审备查就可以了。所以呼吁所有的立法院委员们，一定要为我们全台湾、全国的幼儿教育来把关。针对诉求，市府表示会甲业者的意见整理了，向教育部反映。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嘉义市有一间福国幼稚园，因结合老师打造台语浸水式的教学内容。今仔日到外县市的幼教老师专工来参加这个教学计划。唱台语歌谣，幼稚园的囡仔争做导览员，介绍学校的特色甲家己的生活。嘉义市福国幼稚园28载时，有来自全国100多位幼教单位的代表来这了解幼儿台语浸水式的教学成果。我们是要帮助我们全国的幼儿园，然后老师在执行课程的时候，可以使用我们的闽南语。参加这个课程了后，因发现讲哦，有足侪所在会使大家了解啊，所以我嘛利用这个机会，互囡仔来介绍，用闽南语来介绍来了解吼，咱这个无做的建筑。福国幼儿园甲生活课程甲台语协作伙，培养幼儿班甲小班的囡仔，正做台语推广的宗旨。国立台中教育大学台文系教授就指出，家长对母语的观念是推广幼儿台语一项正重要的代志。按照个家长嘛是概念无介好，阮常常拄到，应该会甲学校啦吼幼儿园反映。叫伊莫教台语，是目前是这个部分，阮感觉较困扰。这是美雅吃凉面，这是阿婆整对，这是我给老婆。福国幼儿园嘛表示，幼儿时期是合适语言的关键期，浸水式的台语教学课程，重点除了爱互台语甲生活结合，家长的支持，才会当互囡仔伫无负担的环境之下，惯习来讲台语。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讲到这攀船是奥运、亚运正式比赛项目，不过这个运动伫台湾却是无讲介流行。这几年伫台东呢，有一个对西班牙来教练，你认为台湾的环境正适合发展这项运动，伊也成立攀船学校来推广攀船运动。公司台记台青春咱的帮，拜六暗时4点半来看这个外国教练伫台湾的攀船吧。可以很好，换边。一只的船啊，伫咧台东的活水湖顶运啊行。
这种看起来悠闲的水上运动，却是奥运和亚运的正式竞赛项目。有一个来自西班牙的彭俊教练，伊认为台湾正适合来发展这项运动，就选择在台东生活开办彭俊学校，带大人囡仔起棚向前行。因为这里以前没有这个运动，所以完全也没有这个需求。我想要在我住的地方，在台东可以发展我自己的专长，然后也是回馈给台东的孩子这个运动。坐你一边。除了开课教赛船，教练小辉嘛和有兴趣的大人囡仔手起工具，打造一只属于家己的船仔，让参与的人综合各种领域的知识，用另外一个角度熟悉帆船。莫讲像即摆囡仔，大家拢咧看电视，来耍手机啊，互因定定安尼直接来动手做，然后可以在做的过程可以去思考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风的物件、大自然的物件、海的物件拢是，就是小小的东西就会影响很大。台湾人嘛是足惊海，以前的观念啊慢慢咧改。虽然这阵彭俊学校的模式渐渐稳定，不过想要在咧比赛场有好的表现，就需要培养专业选手。小辉开始组船队办大型比赛，希望透过竞争来增加经验，也希望彭俊运动会当在咧台湾生态，让愈来愈多人同齐来参与。记者吴定宇、黄文良台东报道。作剧场的新戏《绿岛金魂》10月29要伫咧 MyVideo 甲公司播出。剧情是咧写讲，这一阵新婚背景无共款的人，因为黄金传说伫火烧岛找找金的财宝，透过互动了解到迄块土地故事。这导演八寸风景甲演员今仔日拢来到首映会现场，讲出伫咧火烧岛拍戏上界困难的所在。电视剧《绿岛金魂》为火烧岛的黄金传说讲起，一群无共背景甲身份的人为着乌黄金绑做伙，伫找宝藏的过程当中，知影火烧岛过去的实名故事。导演讲，上困难的是伫石洞内底拍戏，因为迄内底空气无好，上锁随时拢爱传便便。是一个比较危险的状态，但是我们当然是有安全的考量，但是顺利拍完的时候，那个是。就是那一趴全部拍完的时候，我觉得已经放心一半的那一种。担任男主角的林子宏，这回演出在地土城的角色，对伊来讲是真大的挑战，因为这个小人物有因的无奈甲梦想。可是我觉得他这个角色的精髓在于说，如何让人家去真的去了解我们可能社会上比较就是底层的人，他们有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是他们其实心里在想什么，他们的梦想会是什么？对，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难的。绝剧场的第4出戏《绿岛金魂》10月29就会伫 MyVideo 公司同步播出，一摆播2集。另外，所有平台嘛看会到，详细播出时间会伫线顶公布。记者麦上英曾派文台北报道。来看英国有一个画家叫做赫斯特，伊画4000多幅图，不过即马拢全部放火烧掉，改用数位方式 NFT 保存。赫斯特今年已经57岁，伊捌伫咧1995年摕到英国当代艺术大奖。赫斯特认为讲，这实体作品袂使和 NFT 的数位作品同一时间存在，所以这画家必须爱做出选择。This one's called Understanding Everything. 第一念画名了后，赫斯特将画送一尾火炉烧掉，现场还佫有4000多幅的画等咧烧。赫斯特伫去年启动叫做 The Canvas 的绘画艺术计划，用伊创作招牌彩色圆点为主题10000幅的画，以每张2000美金的价钱拍卖，每一张画拢家己的 NFT， 也就是加密数位技术。用几才艺术家的名号加上艺术市场的 NFT 一条，这画伫交易平台相关的记录成交价超过17万美金，合新台票差不多530万。伊个互买做选择，要保留实体画也是 NFT 数位作品，结果超过15000多人保留实体画，剩4000多人选择 NFT。伊决定将这 NFT 的实体画全部销毁。I decided that once I've gave people the option to choose
between physical and digital art, I had to decide what to do with the physical for all the people who chose digital. So that was the point when I realised I had to destroy it. And then when we created the NFTs, we burnt them into existence, so it made sense to remove the physicals through burning them into non-existence. So it kind of made some sort of sense to me. 100岁烧掉家己创作的话，就是作品甲别人无同，会互人着惊的赫斯特会做的代志。57岁赫斯特是英国青年艺术家的代表人物。伊细汉无爱读册，定定闹代志，啊，毋过自细汉就展现对创作的热情。伫读伦敦大学金匠学院期间，参加7展发表作品，引起注意。伊伫90年代开始发展，捌伫殡仪馆做线工，为大体画过素描，加上好朋友过身，互伊探索死亡意义，常常透过创作呈现生死的反差概念。虽然 NFT 甲实体画同款重要，啊，毋过赫斯特认为，对传统艺术家来讲，一部作品免同时有实体甲 NFT， 除非实体画是所谓创作历程当中的必经之路。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带观众朋友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到新竹对21度到24度，苗栗到云林对21度到30度，嘉义到屏东对21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0度到29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9度到27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